好，我觉得撒的那个人好谨慎啊。第一球。喂，我跟他很好朋友哎。啊，所以他舍不得撒你。我很好朋友啊。这也是你第一次胸口碎大石。对。疼吗？疼的，他断的那个时候。最重要就是每一次他下来的，你都准备他来。出道的时候并不容易，是吧？也可以这样说吧，这不是也没这么难。以前的港星有多拼？咩事講低，而家好講啊！為咗報答公司啦嘛，咁啊死都要啦。場面一。眼穩定住面，揾去廁所嚇。大家啦，我希望咧大家靜啲啦，因為呢個時候咧，黎明咧要好集中精神去做呢一個危險嘅動作嘅。冇事，好嘢，整呢個。哎呀，哇！慢慢。好啦，好嘢，得，好，快送翻，快啲送翻，小心，慢慢嚟，黎明，哇，你到塊面都紅晒啦。OK。好，你慢慢，哇！淨係睇到嗰條片咧，係硬功嚟噶，唔係講笑啊！好，場面二。好啦，已經咧完全去咗雙環嗰度。佢話呢次咧唔要安全帶啦，咁矮咧唔使安全帶啦。一字馬喺地上玩一字馬呢個好嘢啊！而家咧就喺吊環上邊咧玩氹氹轉嘅一字馬。非常精彩嘅演出，張曼玉好嘢！再一次我要扶你喺前，唔係握你手啊！好嘢！場面三。其實屬極度容易受傷的女人，不要走去手，請珍惜我的心。場面四。喂，驚踩到自己隻鞋。唔使驚，慢慢，最緊要靜。因為彩排嗰陣時咧，媽咪叫你唔好講嘢啊，你乖啦。你行咗4尺到㗎啦。係啦。已經完咗一半路程啦，你定一定先，係堅持，做事唔使驚，翻工唔使驚，得，一定得嘅。媽你唔好咁咯，仲驚嘅，好？你咁樣佢仲驚啊，你唔好咁啦。媽一定冇事，我哋對你有信心。係，得。仲有幾多3步，收到啦。仲有幾多？仲有2步。收埋，好。場面五。腰圍而家佢話仲保持咧29，就係35寸半。見到我哋嘅前輪咧有條紅線喺度嘅，喐啦，好嘢，好嘢，完全冇用手嘅，再去，換架車位，見到好清楚啦呢度。而且頭先我哋見到佢係完全冇用手嘅喎。冇用手。場面六。威風似神探，追趕太陽似子彈。你慢慢入。慢慢，貼少少，頭用嚟煎蛋。慢慢啦。其實開心好簡單，最緊要好玩。好，我要地下單牙仔，你慢慢嚟，要這魅力先生。小心。好，停。場面七。要多少話還留得多少溫暖，抑或到頭來一切消逝，失去了就在意。場面八。出力行100條樓梯啦，咁希望電視機旁邊嘅朋友都出啲力捐啲錢。我本來是想捐10萬塊，但是呢，剛看了這樣子，我覺得有一點，好像太落後了，所以我捐100萬元。身為同胞，身為中國人，
我哋應該伸出同情嘅手，將我哋一啲多餘嘅金錢或者物質送到去我哋大陸嘅同胞手上。场面9。拜拜我的心，渴望一人真感情。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麼甜蜜的夢？场面10。嗱，劉國成咧舉高手指開始嚟啦，嗱，準備下，加油！呢二隻傳足啦，傳足去，衝！哇！係好嘢喎，冇花冇假，好我當時唔敢出聲啊！非常好嘢。華仔點樣？劉國成頭位仔擺上去，冇事冇事，淡定。有安全帶先。好喐啊！好喐啊！遮鏡頭。華仔出嚟，認清楚阿詹，你唔好以為呢個係替身啊！你唔好以為睇真係劉德華嚟㗎。好嘢，嗰邊我冇事啊！我哋今次贏緊。